敢讲别人的某较水，外国的月较圆。想要伫台湾买厝，真侪人感觉无简单。对于兔年期来的艺人吴芳，登去故乡兔年期，特别小解梅赛老母，也就是亲家的厝，互台湾的观众大开眼界。因为影片内底看到社区大楼有户外收水池，另外阁有囡仔游乐区。入去到内底看到这间厝拢总50平，也阁有2个装平啊。上界重要的是，敢若台票400万，真侪网友学了讲实在有够俗，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袂当安尼小比子。对兔年期来的艺人吴芳，去年正式摕到台湾的假假，即便要返去故乡，小解梅赛老母的厝，一个开门尔，就互台湾的观众目睭瞪甲足大蕊的。里面应该有50平，然后加上公社，我觉得应该至少有60吧。因为土耳其是没有公社的概念。对，没有公司概念。50平大的厝，除了有真宽的客厅，也阁有2座真大的浴室。他们的阳台都是不是像我们就是吊一些衣服啊？那就是真的是可以吃饭。那室内活动的空间真大，来甲看伊的主人房间，除了阁有一个换衫间，就连便所嘛大甲足咸的，这会使讲是大间好野人厝。也让吴芳甲这间厝的介绍甲讲出来的时阵，互真侪网友拢感觉足意外。现在公开哦，公开哦，公布嘛，400万，400万。50平大的厝，干那爱台票400万，引起这个网友热烈的讨论。镜头搁甲踅来到外口看公共设施。游泳池也太爽了吧！不过现在水很冷哦。这就敢亲像伫咧度假村同款，边仔阁有专门予囡仔佚佗的所在。若是甲比起咱台湾的房价，安尼，互网友讲实在足想要搬去兔年期咧。毋过吴芳嘛讲，虽然有效的价值性真悬，毋过离上大的城市伊斯坦堡开车都要2点半钟才会到。毋过这个50平大的厝，干那爱台票400万，看着也是互真侪人足下的。记者综合报。